大家好，我係 Tony， 我係深水灣場地部嘅草坪總監。我喺深水灣已經工作咗5年。我每一日嘅工作咧，主要都係安排所有我哋嘅同事係負責場地嘅唔同嘅保養工作啦，包括剪草啊、淋水啊，甚至乎係施肥啊呢一啲唔同類型嘅養護工作。咁除咗我喺粉嶺工作嘅經驗之外啦，咁我之前亦都喺國內嘅唔同球會管理過唔同大小嘅球場。我哋喺管理深水灣嘅員工嘅時候咧，其實係要更加注重佢哋嘅安全，因為我哋嘅球場面積比較少佢哋球員喺擊球嘅時候係好容易會同我哋嘅工作有交錯。深水灣呢度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我哋會喺秋冬季嘅時候遇到非常強嘅強風，夜晚嘅淋水系統佢哋嘅噴頭會將啲水花吹到去一啲唔應該去到嘅地方，咁變咗好多地方係得唔到足夠嘅水分。咁我哋早上翻嚟咧，就要適當咁喺一啲乾嘅位置去補翻啲水分嘅。咁除此之外咧，每一年嘅夏天，我哋嘅平均溫度都係逐步咁上升嘅。我哋每一日需要俾草坪補給嘅水分係越嚟越多。喺深水灣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要保證我哋成個球場每一個位置佢都得到足夠嘅水分，因為草畢竟佢係需要飲水嘅。咁隨住科技嘅不斷進步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新產品係幫助我哋場地嘅員工咧，去更加好咁迎合住附近嘅環境、附近嘅居民。譬如話，我哋係可以用一啲剪草機械人啦，佢哋係電動嘅，係非常之寧靜嘅。咁佢哋就可以喺夜間冇燈光嘅情況之下咧，係完成咗一啲剪草嘅工作，唔會騷擾到附近嘅居民，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喺日頭嘅工作係唔會影響到球場嘅打球嘅會員嘅。其實深水灣經過呢幾年嘅變化之後咧，成個球場都係我引以為傲嘅區域嚟嘅。要講最唯一嘅就係我哋嘅球道啦，因為球道當初我嚟嘅時候全部都係大葉草啦，經過3年嘅努力，我哋將所有球道換成咗結柳草。咁而家成個球道嘅狀態咧，我可以話同粉嶺嘅狀態係不相伯仲嘅。深水灣球場同會員嘅接觸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每一日喺球場工作嘅時候，都會接觸到唔同嘅會員咧，都會閒話家常啊，或者會問翻佢哋球場上邊嘅一啲需要改善嘅地方啊，或者佢哋嘅真實感受啊。因為我哋未必可以完全睇到晒球場嘅每一個角落，但係會員佢哋可能會留意到我哋一啲留意唔到嘅細節。咁通過佢哋嘅反饋，可以令到我哋嘅工作會更加好。第7同埋第16棟叫做 Arnold's West。咁點解會有咁嘅稱呼咧？可能大家都唔係好清楚。當你哋行去7號 Green 後邊準備上8號 T 嘅時候，可能會留意到一個小嘅石碑。咁嗰度咧，其實係傳說中有一個1860年有一位水手曾經係葬身咗喺呢個位置嘅。阿羅作為我哋球場嘅一部分，我覺得好應該喺夏天炎熱嘅時候請佢飲一杯冰凍嘅啤酒。